喺我哋入睡之前，讓我哋花啲時間一齊禱告。親愛嘅主，當呢一日即將結束，我喺呢一片安靜中，將我心完全轉向你。感謝你今日與我同行，喺我面前引路，喺我後面保護。即使我冇察覺我係幾咁倚靠你，你仍然托住我。感謝你嘅保護，讓我遠離嗰啲我睇唔見嘅危險，以及嗰啲我甚至唔知道可能會傷害我嘅事。今日發生好多嘢，有啲係喜樂，有啲讓我困惑，有啲我仍然喺度努力理解當中。但係無論今日係點樣，呢一刻我來到你面前，將一切都帶到你嗰度。我將一切都放下，將嗰啲喺我腦海裏邊盤旋嘅思緒，尚未解決嘅憂慮，同埋逃避唔到嘅壓力。主啊，我將佢哋通通都交到你手中，因為我知道你能夠承擔我所唔能夠承擔嘅。當我準備入睡嘅時候，求你賜我平安嘅安息，求你潔淨我嘅身體、心思同埋靈魂，求你讓我所得到嘅唔單止係身體嘅睡眠，而係從你而嚟深深嘅寧靜。求你用你嘅安慰與我同在，讓你嘅平安充滿我嘅房間，安靜我嘅思緒，安靜我嘅靈魂。聖靈啊，求你拿走嗰啲壓喺我心頭嘅重擔，嗰啲我講唔出口嘅憂慮，同埋嗰啲我永遠唔可以放手嘅責任，甚至乎嗰啲藏喺微笑背後嘅傷痛，請你通通都帶走，幫助我放低嗰啲抓緊唔放嘅痛苦。可能只係源於一件小事，但係比想象中更加傷痛，或者嗰啲已經好遙遠嘅過去，但係仍然停留喺我心深處嘅角落，甚至嗰啲我可能自己都冇意識到承擔咗幾多嘅痛苦，但你通通都看見。主啊，我今晚張開雙手，將一切交託俾你。我唔願意再背負過去嘅擔子，我願領受從你而嚟嘅一切。神啊，求你安靜我嘅心思，我腦海裏邊充滿各樣嘅聲音，嗰啲嘅恐懼，嗰啲嘅假設，同埋嗰啲做唔完嘅嘢，嗰啲冇答案嘅問題，佢哋通通都喺我腦海裏面盤旋，甚至乎比你嘅聲音更加之強大。主啊，求你將平安進入我嘅心裏邊，將你嘅聲音高過一切。當我喺各樣爭戰而覺得疲累嘅時候，喺我靈魂深處感謝你親近我，成為我安慰，承擔我所唔能夠承擔嘅。感謝你係嗰位喺我軟弱時候親近我嘅神，當我掙扎嘅時候，你永遠唔會轉身。主啊，我為你對我供應心存感恩，唔單止係心靈上，更係嗰啲我忽略嘅細微之處。當我以為我行唔到落去嘅時候，感謝你賜予我力量，為我開嘅每一扇門，亦都感謝你為我關上嘅每一扇門。當時我唔明白嘅，而家我先知道嗰啲都係你對我嘅保護。感謝你遮蓋我過犯嘅恩典，感謝你再俾機會我，感謝你同我輕輕咁樣講，繼續前行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今日任何唔合你心意嘅言語、行為同埋意念。我知道我有時係軟弱嘅，有時會讓恐懼勝過信心，但係我知道你滿有憐憫，求你潔淨我，用你嘅恩典洗淨我，用你嘅愛煉淨我。
神啊，即使前邊嘅路我係唔確定，求你嘅話引領我。若果我走錯方向，請你引我回轉。若果我因為害怕而猶豫，求你賜予我勇氣前行。若果我感到停滯，求你提醒我，你喺曠野亦都能夠開路。今夜，主啊，求你保守我嘅心思意念，用耶穌嘅寶血遮蓋我嘅思想，令到噩夢、恐懼同埋焦慮都遠離我，讓你嘅光照亮我心中每一個黑暗嘅角落，讓你嘅平安臨到我身上。你係嗰位打破鎖鏈嘅主，係嗰位恢復失落之物嘅主，係嗰位死屬之處吹入生命氣息嘅主。此刻我呼求你，我呼喊你，求你賜下更多嘅憐憫，更多嘅力量，更多嘅聖靈充滿。主啊，再次充滿我。你嘅話語入邊，凡勞苦擔重擔嘅人可以嚟到你嗰度就得安息。我嚟到你面前，我安息喺你裏面，喺你裏面我係安全嘅，喺你裏面我係被托住，喺你裏面已經足夠。無論我正係經歷緊啲咩風暴，我相信你能夠平息佢。即使你有冇平靜風暴，你都能夠平靜我。喺呢一刻，我向你伸手，願你嘅手輕輕按住我心上，提醒我定睛仰望耶穌，我信心嘅創始成終者，嗰位永遠唔會改變嘅主，嗰位拯救我嘅主，嗰位看顧我嘅主。主啊，你嘅話語應許我必安然躺下睡覺，因為獨有你耶和華使我安然居住。今夜我選擇相信呢個應許，我平安中躺下，喺信靠中入睡，因為我知道你係令我安然居住。主耶穌，我頌讚你聖潔嘅名，我讚美你，我安息喺你裏面。以上嘅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如果以上嘅禱告能夠觸動你嘅心，請你喺留言區打下阿門作為信心嘅記號。我祈求我呢個禱告入邊每一個祝福臨到你，阿門。